貿易戰咁樣去角力法咧？咁對於我哋嘅電商到底會唔會好大影響咧？我相信呢位同學係啱啱先加入我哋嘅，咁就如果呢度各位同學係 join 咗半年以上嗰啲學生咧，其實我哋之前都一路同大家講啦，一定要分散風險啦，因為嗰陣時我哋預計啊 Donald Trump 都會上台噶啦。咁佢上台咗之後咧，佢一定係會繼續去落力去搞關稅呢個問題嘅，因為畢竟係呢個係佢一個心結嚟㗎。OK，始終佢任內都冇好好咁樣整治到中國呢方面係啦。咁而家真係預言就實現咗啦嚇。咁不斷咁加，而家加到差唔多130%㗎啦。係啊，咁點算？OK 嗱，如果大家即係講緊係到今時今日都未識得去分散市場嘅話咧。咁呢個當然啦，你就要馬上去轉態啦嚇。咁如果係跟咗我哋超過半年嘅學生咧，你都會知道啦。我哋一早咧其實分散於其他好做嘅市場啦。有咩好做嘅市場咧？其實我哋之前一路強調緊其他 Big Four 嘅，OK，Big Four 國家包括加拿大、澳洲、紐西蘭同埋呢個英國。OK，呢4個國家，第一啦，即係英語國家啦；第二就係話人均嘅消費能力咧都係非常之強嘅。咁第三樣嘢就係話呢啲都係我哋會比較係熟悉啲嘅一啲地區嚟嘅。OK，我好建議呢位學生咧睇翻我哋第3同埋第4個 chapter，尤其是係 marketing 嗰 part。OK，我哋就會教大家點樣開其他喺海外市場，用一啲好簡單同埋快嘅方法。OK，尤其是係而家 Facebook 咧有啲新嘅演算法咧，可以俾大家係極速用呢啲好低嘅成本咧去試呢啲市場噶啦。咁再進一步啦，有啲學生直情係我都見到開埋德國啊、法國啊、日本啊呢啲大型嘅市場。咁我見到佢嗰個ROAS 咧、ROAS 咧，其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。有啲學生去到1:4、1:5、1:6咁樣，呢啲係非常非常之鼓舞嘅信息嚟嘅。因為大家都知道啦，就係話我哋唔一定要做美國嘅。就算我而家有學生係完全唔做美國啦，但係佢嗰個成個生意額啊不跌反升嘅，因為佢一早就係分散開佢做嗰 Big Four，其實呢度佔咗差唔多7億人口㗎啦。咁反而美國咧都係得個3億人口度，係啊。咁變咗係3億 versus 7億，我哋就唔好成日將個重點擺咗落去個3億人口度。OK，3億人口以外嘅世界其實都好大嘅，我哋就係用呢個思維去繼續咁樣去做生意咯。係啊，咁啊所有人即係呢個世界做生意比較叻嘅人都係㗎。未雨綢繆一定要嘅。咁就算係亡羊補牢咧，都未必一定係太過硬嘅，因為我哋而家有嘅係工具同埋方法，大家都可以用我哋 make use of 我哋 MES 嘅所有 resource 咧。你如果快要轉身嘅話，其實好快嘅，24到48個鐘頭，其實已經可以做第二個市場噶啦。OK，咁啊就係啦，非常之鼓勵學生進一步睇完我哋課程先，然之後咧我哋再有深入啲嘅討論，好冇？OK，好，下一個問題。